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暗头啊，高雄南北溪一个73岁查甫人赛车时连续弄到9台奥多摆弄死一个人，警方表示讲，这个驾驶打换过成大叫。获发现金1万块，今仔开放伫 ATM 领现金，只要准备提款卡甲健保卡的号码，16间银行2万多台 ATM 拢通领。国内肺癌的权威，捌做过国台代表，嘛捌得过台湾文学奖的作家陈耀秋医师，传出今仔伫台大病院过身，才甲76岁。来看，今仔开始，入秋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佮有东部开始的是乌阴落雨的天气哦，温度会降真济。东北季风的这方面，大台北地区佮有宜兰会落大雨。冷空气伫拜三上强，北部佮东北部可能只有14到16度，中南部地区哦嘛只有17到18度。因为佮真湿，所以感觉愈冷哦，就要等到拜六温度才会较小热。拜六礼拜的好天已经结束，气象署提醒天气要变寒。拜一过到了后，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愈暗会愈寒。除了温度下降，这方面的大台北和宜兰部分所在可能会落大雨。也那中南部的天气也是以这份好天为主。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哦，所以在今明2天的话，在北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到了礼拜3之后的话，整个水气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温度的方面，气象署表示，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5，爱到拜6礼拜天气才会变好。受冷空气影响，全台湾这礼拜拢会降温，尤其拜3、拜4是温度下降上明显的2天。北部地区和宜兰透早只有15度左右。在礼拜3的清晨以及礼拜4清晨的时候，会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预期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大概是落在15到17度左右，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8、19度这样一个温度哦。所以在这一个温度上，其实跟前面几天相比，其实是有比较明显转凉的一个状况。气象署提醒，这几天北部和宜兰的民众要出门，就要会记得早雨伞，各地头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早暗的温差较大，海边仔的风会较透，影嘛会较大。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昨暗头啊，高雄南仔溪土库1路、土库2路，一个73岁查甫人哦，赛车要落桥，违规正外去弄到头前一条奥多摆，佮去弄到伫个等要驶弯的8台奥多摆，9个人哦是拢送病院去救，其中1个人救无倒来。警方表示讲，这个驾驶是无啉酒赛车嘛，已经移送法办。初步了解，这个驾驶打换新的驾照有可能有食慢性病药啊，也毋过哦，车祸详细原因，警方继续调查。白色轿车落桥了，违规驾犯弄到直行机车，查甫技师倒地了后，白车搁弄向头前的大转机，大转机内底技师未负反应，连续倒地，造成9人丧死。代志发生伫16月遐啊，肇事驾驶是一个73岁查甫人，无照后赛车闯祸，9个伤者内底上升被弄到的技师当场救无倒来，甲17载起，也有1人留医观察。今日9时许。诚信肇事驾嫌疑人业余完成相关调查询问笔录，依过失致死及过失伤害移送外，令本分局同时报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相验。肇事驾驶是老大人，初步检验已换过新照，驾照沿用到2017年。疑似因为破病长期食药啊，详细调查原因，警方表示要搁深入调查。在事故现场，有民众认为机车大转机先过世。这个带转机太小了。因为每次这边都会塞，然后塞到那一条路，就是导致说那边都是机车，然后要转进去的人没办法转。对，车流量太大。高速它可以不停红灯直接过来，如果它那个慢一点，然后骑红灯所以下来骑很快。附近居民讲，这路口伫上北路南重要交汇所在，常常有车祸，有人无想要等红灯路桥通过路口，速度较紧。根据警方统计，去年这路口无车祸时阵，或者是24点钟内，地属人员死亡意外车祸，毋过有4件 A2 车祸。今年除了这个重大车祸以外，另外还有7件车祸事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文雅畜牧场的鸡卵，防验到农药分普年残留超标，初次获检验已经无农药的残留，初白嘛解除移动管制。也毋过畜牧场伫还未取得证明的文件，就随出回到台中的两中2行。中华县政府强调讲，会来检讨行政的流程。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这礼拜会扩大来抽检。
17早起，有人骑乌托邦载归乡的归两来归两行要换两，大约5册量中归两行，和食安组发现吹杂抑搁伫咧卖文雅市归场的归两。消费者认为归两行也是受害者，头家是讲要提要换拢会使。礼拜六当天马上就赔啊！买完就看到新闻，他看是要退钱，要退两要换啊，两拢我拢一顿换啦。彰化县政府公布文雅市归场分布年事件时间线，最高确认有问题的归两是来自文雅市归场，虽然采取移动管制，初七是个数复检并无验出分布年，初八依照动物营药品管理法规定解除管制。6日起台中归两行的归两是吹到卖，因过并无摕到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的文件，交予检调调查，封存的25万粒归两销毁，检讨行政程序是否有疏失。剧组需取得解除移动管制之证明文件才可上市。事主是否有违反移动管制相关规定？目前检调侦办厘清责任中。解除移动管制相关行政程序执行未完备及疏失部分，将依相关规定或法规检讨并惩处。台中市卫生局强调，量中归两行甲文雅市归场一个4万粒归两，最早时间厝伫咧起早时阵，家庭也有看到，经过立会7600粒。我们查到他有异常，是他违法。整个事情是龙中行跟文雅违法。卫生部讲，将会自这礼拜开始，一直到年底，扩大抽检市面上的龟卵，主要是针对索完马、上尾流马、编号 C 用人啊饲的卵龟死的卵，确保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肺癌的权威要完成台湾头一个骨髓移植的手术，医生陈耀昌传出今仔日台大病院过身，食到76岁。陈耀昌是对医界投入政治界，嘛捌做过国台代表、行政的顾问，后来真做是作家，伊的身份真多元，伊的一生丰富精彩传出讲过身，和真侪人真唔甘、真思念。我心中有幻想说，这个有没有一天会变成这个大合剧哈？那感谢这个美梦成真。2021年，陈耀昌医师讲，伊的梦想成真了，因为写的第2本长篇的历史小说《咖喱花红》改编去做电视剧，伫公共电视放送。陈耀昌医师是国内肺癌的权威，伫1983年完成咱国内头一个自体骨髓移植，伫干细胞的研究嘛有真大的贡献。伊60岁开始写小说，伫2016年嘛得到台湾文学奖。对医界跨界到政治到文学，陈耀昌是讲写小说是想要为台湾留着历史的记忆。伊的一生会当讲是个精彩、个传奇。来看，今仔开始普发现金1万块，会当伫 ATM 领现金咯。全台湾28000外台 ATM 拢通领。财政部统计，今仔早起11点，就已经有超过38万人已经领咯。社群软体嘛有提供地图，会当来查讲附近倒位通领。嘛要提醒家长若要帮未满13岁囡仔来领提款卡密码，佮有身份证号码，拢爱是家长本人的资料。健保卡就爱输入囡仔的号码。普发现金1万块，今仔日头一天开放会当去提款机来领，去16间指定的金融机构，提款机顶悬只要有打普发现金的大纸，就会使领。只要输入正确的资料，1万块的现金随就到手。之前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登记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忘记了，所以说就是改用 ATM，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这个领的过程，大部分的民众拢讲真方便，袂伤复杂，时间只要1-2分钟。不过金管会提醒。伫咧提款机领的民众，若有出现4种情形，都可能会卡条咧，爱重新操作。包括使用非指定金融机构的提款机、身份证号码或者是金融卡对应的资料无同、口座已经受到监控或者是启用警示，或者是提款机本身故障也是无连线。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也除了这个民众已经开始可以领取之外，我们的同仁也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全台湾的 ATM 也在做相关的测试。到目前为止的话，系统都非常的顺利。若无想要走去银行，民众嘛会使就近去超商来领。若是家己领，就用家己的提款卡暗号、身份证号码甲健保卡的卡号。若是替13岁以下的囡仔来领，除了用家己的提款卡甲暗号，身份证号码嘛是大人的，干那健保卡的卡号才是输入囡仔的卡号。就有家长来代领的时阵，输入的资料唔对去，地主阁会重新操作。输入自己的卡号，然后输入小朋友的身份证字号，再输入小朋友的健保号码，
这样子是领不到的。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有点紧张啊，那我就想说我就到时候去邮局24号去邮局领就好了。界面就是有直接可以有什么全民相挺，那个蛮清楚的，你就点进去，然后输入你资讯，其实就一下子就拿到钱了。全台湾拢总有28000多台提款机，会当互民众来领破发的1万块。金管会估计，会有2成的民众会透过提款机的方式来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对台湾有代志有清楚表态哦，也毋过嘛造成中国甲日本的关系真紧张。咱的前总统马英九是跳出来批评讲高市早苗上过冲崩。咱的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呼吁讲，咱国就应该爱尊重日本国内的政治，嘛认为讲中国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嘛望讲中国就要有大国的大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前表态，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起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为旅游外交甲军事领袖对日本施压。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错劲，总统赖清德就呼吁咱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政治，中方行为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爱三思。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各界对于中国这样的挑衅，各界都非常的愤怒。对中国来讲，未必然会在国际关系上得到这个好处。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认为，日本对中方的抗议强悍已经惯势，未来台日合作会朝向全面正向发展。另外，中国最近讲，立法院政策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和罗总统甲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互呛，罗总统也个发声，希望韩国瑜院长能够清楚了解，中国只要跨境镇压台澎金马2300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伤害。面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我们应该要一致对外，不应该替侵略者找借口。真正已经被通缉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军。那请问中华民国的国军现在被跨境镇压、被通缉，我们应不应该站出来？我相信大家的答案应该都是一样的。沈碧荣指出，除了是中方国应对咱国防部政战局新建大队甲驻通电军发布现象通缉，强调部分政党都应该谴责中国想要延伸法律管辖权，导致罪名罪犯。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顶礼拜5三读通过财委法的修正案，行政院长德英台电表示讲，立法院通过新的财委法，问题是比过去计算错误更愈严重。嘛不管立法院在野党的动作，强调讲行政院会全面来应战。但立法院却在上周五以提前的方式，匆匆忙忙的就通过了新再修订的财划法。而且这个内容将造成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均衡、更公平、城乡差距更缩短，而且全民国民共享的一个财划法，这个才是因应之道。但是对于立法院这样的动作，正如在野党团突然的这个动作，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立法院顶礼拜5三读通过财委法部分条文哦，明定讲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补助款甲计划性的补助款的款额，各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是袂当比修正实行前一档的预算搁较少。行政院长德英台是表示讲非常的遗憾。德英台嘛讲明仔载甲地方政府来会谈，20行政院会会来讨论行政院版本的财委法，通过了后得送立法院审议。再来看餐饮集团我城宣布讲，工厂会对新北市的中和搬到桃园的中立。有员工今仔就去新北市政府定情，指控公司亲抢的预告期上短哦，后续安排甲补偿嘛拢无详细来说明。劳工局嘛表示讲会来召开劳资协调的会议。另外，针对劳保基金因素，有立委是提案讲要甲劳保半保法制化，来源要增加政府半保。劳动部长洪胜汉嘛强调讲，政府一定会继续半保，嘛用开放的态度来参加审议。
大声喊口号，希望政府重视劳权。做这集团瓦城的员工，透早去新北市府陈情，讲集团按算要甲中央厨房等等的部门为中核刷去中立，若无法度配合签署，就互要求爱先签主管离职书，了后才会当摕到非主管的离职书，是真无合理。也有因公受伤的员工嘛去现场赞声，希望新北市府会当介入调查。那我们是用自力救济的方式，那我们赶快请政府这边做介入，让劳资会议展开，然后我们好好坐下来谈。瓦城集团回应讲，目前部分的个案已经进入劳资协调，会全力配合需求，甲主管机关的指导，保持开放沟通的管道。瓦城员工真正争取权益，也若有关劳工权益的劳保基金，敢会面临破产的压力嘛受关注。有立委提案修正劳保条例，希望将劳保半部法制化。立法院维权委员会17摆审，劳动部长洪新涵强调讲，政府会负最后支付的责任。政府目前对于劳保财务的政策态度，还有实际的做法，其实我们就是持续的拨补，而且我们会来负最终的责任。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不过劳团认为讲，半部不是一种解决，恐怕也是面临破产的危机。说补偿现在这档整体基金用完的这个年限其实是往后延的，缺口其实会越来越大。那如果没有面对实质的改革的话，可能还是没办法解决它的这个问题。朝野立委拢有提案，希望增加政府拨补，加做劳保基金的来源。每一年编预算拨补基金，或者是拨补金额，袂当伫咧1000亿以下。洪新涵嘛强调讲，劳动部会以开放的态度参与审议，提供意见，希望对法案理性审理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捌采购防疫公司飞弹的原料过氯酸铵，去年有立委特别讲，这原料是来自中国西产地了后，正说是越南制。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搁再表讲，这间公司的负责人伫今年6月就被起诉，也毋过7月，伊的公司搁摕到一笔空军680万的标案。这个负责人搁用3间公司去标国防部的标案，有上亿的经验，至于讲国防部拢无做好管制。IDF 战机挂载各自万检弹训练，为强发展着中科院挂工各种国产飞弹。毋过伫2021年，防疫公司提供作为飞弹所用的推进固态燃料过氯酸铵，说是中国来佫涉嫌透过生产地制造越南制。公司负责人今年6月被起诉，毋过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指出，防疫公司10月依然得标空军标函。竟然在今年的10月的国防部公告绝标。这家丰益公司竟然继续得标空军司令部的680万的标案，在任何的采购上被列为黑名单的厂商，那又透过采购能够来得标，那国防部应当会做出一个正面的说明。王宏维批评去年军方承诺，中科院会提供乌名单落实招标管制，不过经过政府采购帮干那114年，现单负责人用防疫9宜永冠等3间公司的名义，承揽国防部30件标函，金额9100多万。这期国防部无落实招标管制，专家认为可能是中科院甲国防采购时的联络管道出问题。那我想还没有正式公告，应该还是在判决这个中间的问题，它毕竟还没有定线，是吧？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实际上的处置。周武平推测，因为案件还未到判决的阶段，军方才无对厂商有进一步的处理。不过也呼吁军方伫采购顶悬爱更加细致行刑。甲这个进前，国防部也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油三接关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第2期的工程，防检举讲金额起报上100亿。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是邀请经济部告中油报告。中油公司的董事长是强调讲253预算阁算合理，也毋过经济部嘛表示讲，因会阁再启动调查，嘛来配合检调的调查。推动能源转型，中油桃园原塘第3接收站工程为前期发电增加助力。第1期工程按算伫年底验收，不过即马煞做着别项。第2期工程有违背嫌疑，检调开始进行当中。那么这3家厂商呢，都有回报他们的报价资料。那这个范围大概在240到270亿之间。你说不同的厂商报价回来的数字，所以240到270。3间除了它离岸比较远以外，
那么因为它的水域也比较深。中油强调，有善合理是在公开阅览期间，问过3间厂商，最后提供253亿预算。按过即马所有平面媒体标出，参加抢标业者出来讲，2022年中油发包工程工程界传出预算94亿。中油算技术伫招标进前，先请厂商报价了后，将预算为124亿，一路交到150亿、210亿，最后改做256亿的报价。报给你多少钱？告诉我。周刊讲256亿。答对了，来，请问你刚刚讲东批公司报多少钱？256。哈哈哈，东批公司总要去约谈一下吧，了解一下吧。是，谢谢委员的推估，我们会参照委员的意见。经济部表示，三接之期2024年要接到点起，迄时阵无发现不坏代志。不过，即马新事情出现，会阁启动调查。另外，民众党立委encore抢下之期，检视中油公司预算书，三接之期新增加305亿预算，伫112年才变来送立法院审查。不过，标函煞伫111年就已经发表，呼吁全面检讨预算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件篮球 SBL 伫2023年发生拍假球案，树林地检署起诉如量纳智捷球员郭敏和甲吴桂英计共15个人。今仔一审宣判，郭敏和是被判有期徒刑7档，吴桂英因为认罪，佮提供其他的共犯，被判2档，假罪5档。此案是当佮上诉。被告包括球星吴桂英，佮有捌得过年度 MVP 的郭敏和等球员，其中前锋翁家宏伫发生代志之前就出国嘛，互检方通缉。涉案的球员是对111年开始就配合组头，用故意失误的方式来影响比赛的结果。其中郭敏和是被认定犯诈术妨害运动比赛公平等6罪，犯后阁无后悔，所以被判有期徒刑7档，是判了上重的一个。继续看，今仔国民体育法第2反议开公听会，日本教育基金会是批评讲，伫个教练的查询系统查袂到教练的不良记录。有运动协会嘛指出讲，有教练互吊销教练证，佮会让法律的空棒去考别项运动的教练证，所以呼吁讲，着爱修法，互规个查核机制愈完整。运动教练不当对待学生的代志，亲像进前台视台抽血案，也有各地爆发生过的体罚、性暴力，也是霸凌等等，一寡状况不正多。有10个月立委就提案联署，要修国民体育法。17日咧教本委员会召开公听会。日本教育基金会以去年在南英上港拿球对教练不当体罚做例，教练后来互以强制罪判刑。不过，伫咧教练查询系统所看袂到相关记录，而且像讲教练证若去互吊销，嘛是查袂到用过的记录。不过，这人需要有可能对第一线咧服务。他的那个强制罪有期徒刑5个月，而他也被公告了。但是我们在相关的查询系统，你不知道这个教练曾经违反过这些儿少权法以及强制罪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目前检核系统的问题。嘛有运动相关法典协会指出，针对不确定的教练，就算讲教练证也未撤销，也是案件要在司法庭诉，嘛应当以符合公共利益的原则，先公布这教练资讯。协会嘛指出，一寡教练就算讲互吊销教练证，嘛也会使让法律空旁去考别项运动的教练证，应当要对法律来管制禁止。不适任的，我们还要建立他的管制跟处罚的机制，比如说他管制多少年不可以再去考教练证照，或者是不可以再考其他不同类型的教练证照，这个我们应该法律上面明文要来去管理哈。针对要安怎处理无适任的教练，运动部回应讲，目前已经有针对修法的方向来处理，表示袂用阮教练对学生做出任何不适当的行为。为了建立安全的运动环境，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发函到明年要办理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国大专运动会的主办单位或地方政府，要确实的根据上述的规定，去查核所有的工作人员。另外，运动部嘛表示，若是经过查核有不当对待的状况，除了依法处理，若无改善嘛要求停止拨钱减少经费来处罚。记者卢尚珠、王志光台北报道。过去一档英国非法入境甲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拢创新高，伫英国社会嘛引起真侪讨论。为着要彻底来减少非法移民，英国瑞典大臣今仔就宣布讲，要来展开大规模的庇护改革政策。未来难民要申请英国的永久居留权，就要等20档。
为了有效阻止非法移民继续冒险为因吉利海峡在像年阵进入英国内政大臣马穆德在拉先伫接受专访的时宣布，英国17会正式改革庇护政策，保证伫英国难民庇护身份会当保留5年，未来会缩短做2年半，而且一旦难民的国家否认定不安全的顾虑，就爱向强迫回国。未来就算得到庇护难民，也爱等20年才会当申请伫英国永久居留，比目前5年大延长。is for 2.5 years and which is renewable every 2.5 years, and you're on a much longer path to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this country of 20 years. So that is changing the way that we look at refugee status, and it is designed to prevent some of those pull factors. 根据11月7日的上新民调显示，非法移民甲难民庇护已经甲经济共款，正做超过半数英国民众上关注的议题。英国极右派反移民的改革党目前也已经有27%的支持率，大大领先执政工党的18%，所以工党政府决定要学北欧的丹麦实施严格庇护政策，取消2005年欧盟对政治庇护者的援助法律，包括取消大房甲逐礼拜收费的保证。同时也会启动 IA 人民辨识系统来判断入境者的年纪敢是未成年。身为巴基斯坦移民后代的内政大臣马穆德强调，非法移民的问题当然分裂英国社会，所以有必要提出改革，让民众信任政府的庇护系统。伊认为这是一项多责任务。英国、法国也达成遣返协议，更加冒险经过英格里海峡，逃脱进入英国的风险。We've had people who've been returned, and now somebody who's been returned twice, who now know that actually they're wasting their money getting on a boat in the Channel. It is, of course,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o make all of these changes. 马穆德也特别指出，透过合法进入英国移民，那对英国社会有贡献，也会缩短处理永久居留权的时间。安哥拉、纳米比亚甲刚果民主共和国，那继续无配合遣返工作，英国会对这3个填发签证。保证这3个大约有数千名非法移民伫英国境内。根据10月份的数字，到2025年6月过去一年，有超过11万人伫英国申请难民庇护，创历史新高。另外，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9万人非法进入英国，也是过去3年上侪。公司新闻警员秦编译。加沙走廊伫顶礼拜6礼拜因为今年寒冷，头一场大水雨，有真侪大营区拢淹水，民众是乌水沟乌窟讲要互水流出去，也毋过所有物件嘛是拢浸伫水里，日子是真歹过。布棚浸伫咧水内底，雨水流入来时阵，拢全涂山。外口也有一寡粪扫。即阵雨是自顶礼拜5、14开始落，无家可归的家庭经过即阵雨，布棚破，床褥、衫裤拢浸水。حلمات بشغل هو ميه تلزيق انا يعني بجبص في حالة بجبص عشان ما اتجهش لاي مسؤول اقول له هات لي وهو بيجيبليش 有人因为布棚破去漏水，早期被轰炸过，随时可能倒来建筑物内面密雨。落雨了，规路拢全落雨梅，也全粪扫。因为战争，巴勒斯坦百姓的生活已经真艰苦啊，佮拄着冬天的强降雨，正需要新的布棚、衫裤、食的加水。حتى لواحي ولادي ما عندهمش لواحي مصاري معيش مصاري كمان بنته بتطلب شكل مني يا الله بس قادرة اوفر لها الشكل 加沙中部的周围打电，真侪布棚和大风吹倒，民众用手将布棚紧贴的补破空，想要保护厝内人袂受到风寒。伫汉阳泥水的木西瓦布棚营地，有人想要乌沟排水，不过也是无法度消透。因为布棚的布后个久，雨水一直渗入来。联合国表示，这个营区今年办庇护42万5000位无家可归的人，不过援助也是无够。根据气象预报，这边雨落过了后，加沙走廊续落来1礼拜落雨的机会少，拢是好天。不过大家生活依然真艰苦，拢祈祷会当平安度过今年寒冷的冬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菲律宾一场大规模反诈钱的示威，大约是有65万的民众伫首都马尼拉抗议因讲政府投入2800亿预算，要来预防做大水，也毋过工程的品质是拢真歹，应该彻底来调查，嘛爱追究责任。
示威者举的牌仔顶头写着“甲百姓的钱还大，甲贪污的人关起来，就要成透明，才有真正的民主”。伫咧影响力正大的基督长教会带头，示威民众伫咧首都马尼拉集合，丽莎公园现场来差不多60万人。另外，包括退休将领在内，差不多2000人，伫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有另外一场反贪腐示威。民众抗议的是，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8月公布政府内部防洪工程稽查报告了，发现这个全世界上容易受风台侵袭的国家之一。自从2002年开始，5450亿比索的防洪经费，差不多代表2837亿，其中几多清项工程品质拗过，资料无健全、无起好，甚至无看影。Lumalabas na lahat namang ebidensya, pero bakit? Ang tanong namin, bakit wala pa rin? Imbes na para na lang sa mahihirap yung pondo ng pamahalaan, napupunta pa sa mga政府工程师、公共工程的官员，抑有工程公司的高层，伫参议院甲独立调查委员会听证内面宣誓作证，讲有一寡国会议员，抑有公共工程及公路部的官员，受承包商的回扣，协助因摕到高额的工程合约，并且盗骗追究责任。大部分被指控的人拢否认相关指控。菲律宾才拄经历过2粒大风台的侵袭，全国有超过250人死亡。民众的怨气愈来愈悬，总统小马可仕讲，会伫咧圣诞节进前对涉案的人采取行动。调查委员会锁定的人内面，包括甲总统关系正密切的政治人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报。过来消息来看，桃园的南门市场火灾，市政府今仔开始拆路，按算2礼拜到3礼拜内就完成拆除，再过来定起。嘛按算讲12月底1月初会当完成，这段时间无法度做生意，市政府会提供一沓3万块的补助。位于内底厝顶当咧拆除，桃市南门市场初5暗发生大火，共有市场破5路苍苍，43个单位全毁。市府10次启动灾损区域拆除作业。朱立辉表示，有工会才有钱赚，目前火灾的摊商拢停止营业，借档吃老本。我没有收入啊，就吃老本啊。如果有一点点积蓄拿出来，没有的话，那就是也没有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借贷啦，或者是无息借款啊。是说公有的补助3万啊，我们这个私人的没有补助无所谓。现在在拆除，我们只希望说迅速、安全，就是说赶快让大家做生意就好了。针对南门灾损拆除，经发局表示，干部会成立应变中心，由监管处负责灾损区域拆除甲文化街围篱设置，警方维持特殊，加强此地妨碍交通、违规占用道路情形，也协助末日违规的打平。环保局是干部进行废弃物清分、环境稽查作业，交通局是会调整路线加设置交通维持警示等。整个期程是2到3个礼拜。然后预计到12月6号，我们进行整个一个重建，也就是采用原地来复原的一个动作。原来摊商在哪边做生意，我们就让他在哪边去复原。经发局表示，会用上紧的速度协助南门市场早日恢复正常营运，重建复原完成机场。会是伫12月底到1月初这段期间，受影响摊商暂时停止营业。依照天然灾害处理作业要点，公有市场全费摊商补助各3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南市8月开始增加交通助理员来开交通罚单，也毋过有真侪议员拢接到民众的怨叹嘛讲要来抬预算。即马市政府已经先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也毋过有民间团体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已经有上千人参加。穿感色嘅衫咧，顺道台南街头巷尾交通助理员，自今年8月上路开过现场罚单，有民众发声支持，冇反对声音，各界看法拢无同。就要当市政府决议，先检讨相关的执行甲宽限分工，停止执行违规开单工课。不过，即阵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有上千人支持，因希望市府上无爱保留交通助理员，勤务内容后续会使调整。毕竟他们不是警察，对，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受过这个充足的专业训练，其实是会比较让人家质疑的地方。交通助理员他其实也有帮助政府点出他们的一些交通设施的不良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并不是只有
开单处罚的功能而已。台南的交通不会只有靠交通助理员就可以改善的。根据统计，今年8、9月份台南市交通事故案件平均年加时间减1.9%，显示交通助理员上路了后有一定的效果。事实上，交通大队指出，目前交通助理员的勤务滚动式的检讨，包含路口交通维护、交通安全宣导等等部。虽然交通助理员加减减轻警员的负担，不过民代也是认为，补助正式警察才是解决的办法。市场有压力，就交通助理员不开单了。但是问题这样也不对啊，不然你请这些交通助理员来干嘛？但是呢，往后还是要补强警力的部分。有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明年度他因为没有经费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再延聘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要接受那个上级的指示啊。大多内面敢若讨论即阵无说交通助理员，交通大队指出，明年度交通助理员预算已经有变，18助理员编制嘛先保留，未来个调整勤务，因望伫咧维护交通甲民意之间，通找到平衡的解决方式。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县的警察局旧的第三分局，因为地动变做是危楼，爬远真久了，也个3不5时拢个有泰路落落来。县政府是向中央来争取定经费要拆除，也毋过说因为年限还未到红退回，县议员是爱县政府家己编预算来拆掉，改做临时的停车场。有民众嘛认为改做社区活动中心，也是国民运动中心，嘛拢真好。壁顶的泰路未少拢已经落去，南投第三町13路3段旧的第三警察分局，对民国75年启用，经过9次地动，建筑结构受损，政府改起第三大地路起新的分局，去年4月底搬入去。即马旧的第三分局爬远伫遐，目前政府有求警戒线遥控铁网护栏。不过，遮个大三线边啊，出入的人车袂少，建筑外墙的泰路不时会落，当地人烦恼有安全的疑虑。莫调好啦，修理就好啊。社区的什么活动，什么场所嘛会使啊。外观的态度拢会一直直啦，感觉安尼足危险的，对于行人啊是游客啦。阮第三町欠的是一个国民运动中心。旧第三分局边啊，就是市区的老街有银行邮局。南投县议员希望县府赶紧编预算，该拆掉去停车场，满足地方停车的需求。不过，不少在地民众是希望会当去社区活动中心、国民运动中心。当先甲这安全问题先甲拆除，了后先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过来咧，咱长期的想法就是讲，是毋是会当甲伊做一个商场甲停车场？县政府及警察局正积极争取拆除经费，期盼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拆除工作。本分局会持续强化旧厅舍周边安全维护，在此呼吁民众避免进入管制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南投县政府表示，旧第三分局的拆除计划，去年捌报予中央，不过因为拆除的年限也未到，互人退回。县警察局强调，明年1月会先提报予县府，按算家己找经费拆除，也参考民众对未来空间活化的建议。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云林县为着要加强管制移动的污染源，环保局10月中开始，就甲环境部合作监测5400多台的柴油车的排气，嘛发现讲有133台超标哦，会通知过来做抽验。这个柴油的车经过国道1号斗南地磅站，透过这台排烟监测系统，利用紫外线甲红外线光谱的原理，针对这个驶过的车，因烟筒管排出来气体来检测，再搁结合车牌辨识，掌握这个车排出来的气体敢有问题。取得柴油车5442辆，还有汽油车256辆的有效数据，初步分析共有133辆的柴油车，还有1辆汽油车有污染之余，那后续环保局这边将会依程序办理通知道检。环保局表示，10月中头一届甲环境部合作，做连续56点钟车辆排烟的侦测。若查到有改装无认证的防治设备，或者是查到有各样拆掉了后，拢会以空污法罚清5块至6万块的罚款。另外，最近云林当咧挂万工场啊，云林种场的面积超过1万公顷，为着要维护空气品质，那乌白甲稻草放火烧的会加强处理。当卖，阮就卖啦，上隔壁
迄就人要卖啊。哦，即摆拢要卖安尼哦。有人买。婚林有农民讲，用过稻草因为无人爱，大部分稻仔若挂了，为着方便处理，拢会直接放火烧。毋过这几年已经减少用烧的。婚林县环保局表示，今年伫个空地啊，焗烧的已经采发50件，总处分的金额有35万以上。呼吁农民毋通乌白放火烧稻草，较袂去用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的健保已经30档了。今仔早起一场论坛是邀请13个国家24个卫生部长甲官员参加。咱国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嘛强调讲，健保的制度需要改革，会来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哦。目前是搁无时间表。伫即马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需求增加，造成健保债务正悬。卫生部长石壮良伫最近提出，将会针对鼓励、利息、租金等6项特定收入扣补偿保费，引起外界反弹，政策赶紧法庭。石壮良则指讲，健保改革正着急，无排除各种可能性，即马也无时程表。健保的财务的问题是这个迫在眉睫，所有的这个建议我们都会纳进来考虑啊。当然最重要的还要跨部会合作啦。卫生部统计，咱国内糖尿病的患者差不多280万人，也若全台湾10万所有制的人内面，有要甲一半是糖尿病恶化所造成。健保每年用伫咧糖尿病抑个慢性腰子病相关的照护成本，就差不多有1000亿。健保署今年用智慧医疗 AI 大数据分析，调整慢性病的照护支付制度。举糖尿病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可以分成6级。那所以未来比较严重的病人，我们会在医学中心；那比较稳定的病人拿慢性处方签的，未来会转接到诊所去。那未来会以这样子来设计我们的支付制度。咱国的健保制度已经实施30年，为了要让健保有效，建构轮性的维护体系。卫生部甲外交部做伙主办2025台湾全球健康福祉论坛，17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幕。2天的活动邀请13个国家、24位卫生部长等官员参加，分享交流全世界公共卫生的经验，希望会当帮助建造咱国健伦永续的医疗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政府推动100万细厝家庭支持计划，分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甲租金补贴3方面来推动。其中明年的租厝的补贴会搁再增加，也毋过为着品质，会来排除厝尾顶的铁厝，也是违章建筑。内政部嘛指出讲，考虑讲住伫厝尾顶，也是讲住伫违章的民众，可能较弱势，所以嘛来研究看要安怎来协助。由副总统萧美琴带队进行动土典礼，为伫新北市中和区的德水安基社体，横跨做国家新都中心的基南岸，由公有土地活化未来会期339户社体，甲板桥港铁站强固。有计2029年完工，内政部表示，虽然政府加速起社体，也毋过速度犹原无够紧，等咧加民间空厝在包租代管机制。会用鼓励的方式，或者是扩大有关空余屋啊那边的税制上面的来做协调跟处理。政府推动的100万细厝家庭支持计划，除了起社体、包租代管、租金补贴也是重点项目。也毋过针对顶楼加起违建等无合法建物，明年起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无个补贴，鼓励选择合法主体也会转介辅导弱势细厝的人。也毋过明年扩大补助细厝，敢是会提升细厝品质，专家持保留态度。关键在于就是租屋市场是不是能够正常化，租屋的品质才能够提升，那政府的这个租屋补贴也才能够花在刀口。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跟他讲之后，可能7000块变8000、9000之类的。有细厝的人指出，捌拄到一旦申请补贴，厝头家就会起租金的状况。对此，内政部部部会议伫9月通过租赁条例修法，规范厝头家续约虽然会当起租金，也毋过爱伫租期届满6个月前通知，搁袂当超过一定的比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玉山、雪霸，阁有德鲁库国家公园，即马去爬山拢免钱哦，也毋过为着要保护环境、改善设施，即马官方是等咧讨论收费的方式。一大片的山林、清新的空气，台湾高山的风景，吸引国内外登山客去挑战。其中玉山、雪霸甲太鲁阁3大高山型国家公园，辖区内都有76座山，10几条行山路的路线，即马传出官方严禁收费。就有人是用这种生态保育费的概念在倡议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内部也有在讨论啦，讨论这个事情。那但是这个都还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方案出来。目前爬山登山费用，林园前是免费申请，山屋是只有白云山庄甲今年4月试用份的关谷山屋爱收费，其他定调是必然山屋性质无收费。也毋过今年8月，监察院发布的台湾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调查，是建议国家公园推动生态回归费，用伫环境保护甲设施改善。使用者付费，要维修嘛，要救援嘛。所以一些设施场所都需要费用。我觉得喜欢山的人不会因为一点费用而影响到他对山的喜爱，真的。比对其他国家公园，针对特定景点甲设施收费，像高兰皮公园、阳明树屋甲水鹿古道、三大高山型国家公园，是因为辖区内登山口真侪路线复杂，真歹查路收费。目前可能方向是咧申请进园证的时，当这手也毋过还未定论。其实应该要做出一个差异化，就是说，它针对这种观光的行为，就朝向高山观光的这种商业化的行为，其实它应该要收比较重。各界对林园费目前看法无同，专家分析，收费了后运用才是重点。那收费了后无做设施相关改善，民众更较可能产生不满。后续安怎收费、收费标准甲运用，拢需要更较严格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演唱会真侪哦，消费争议嘛袂少，多民众去消基会申诉，讲伊开5000外块买票去看演唱会，结果座位伫边仔遐荧幕拢看无哦。消基会就呼吁文化部应该检讨来保障民众的权益。韩国女团2NE1今年2月来台湾开演唱会，买上4名手票，就是希望会当享受演唱会气氛。不过消基会最近接到几位的民众申诉，讲开几千去看演唱会，结果敢若看到一粒头，甚至有人规场拢互音响的喇叭挡掉咧，互民众感觉开钱是咧开心酸的。挡住的这个范围到底是多大？可能呢？不见得在你购买这个票券的时候，就有清楚的写明。那它可能是灯架，那有可能呢，这个是一个转播设备。韩团的主办单位是回应入场的时阵就有讲过那只是线无好，伫入场的10分钟之内反应，得当随调整座位，或者是讲退票。不过民众对这个答案真无满意，伊讲伊真无简单才抢到票，哪有可能当场退票？大家可以知道，那个秒杀的这种票我是花了多少力气我才能够进来。你告诉我退票，然后好像表面上我权利没有受损，好像我花多少钱，然后你退给我多少钱？问题是我为了买这张票花的一些时间精力，怎么去补偿？消基会认为，会有这么侪争议，文化部爱负起责任，因为目前基本表演票券的契约并无强制规定主办单位，若是视线互物件查到，爱甲民众讲，才会造成民众入场的时阵感觉开钱开甲足唔值的。消基会呼吁爱检讨基本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约，来保障民众的权益。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珍珠芭乐当着时，也毋过介绍是贵三三哦。中华社头乡是珍珠芭乐真重要的产地，也毋过农民是表示讲，今年7、8月份的时，芭乐开花拄着大水雨，所以产量剩2-3成尔。介绍好，无芭乐通卖，嘛无路用。即阵应该是珍珠芭乐大出的时阵，但是果树顶悬的芭乐却也袂当采收。中华社头是台湾珍珠芭乐的产地之一，但是今年7、8月芭乐开花期拄着大水雨的灾情，产量剩2-3成尔。拄开花期搁一即个落大雨，就积水，阮涂骹搁迄个温迄个水，搁温超2个月，就上着芭乐根，芭乐根就成长开花拢有问题。这2年因为风台大雨严重影响芭乐收成，过去台北第一、第2果菜市场珍珠芭乐的平均交货量大约有70吨至90吨，今年干那剩30吨，产量减少嘛，致使市场的计数直直起，11月的平均价格阁把化到94块9。伫拍卖市场1公斤差不多130、140左右，今年是因为真正损失伤济所以芭乐的计数一直做歹。就是迄个水灾刷了后，遐开的花。这批芭乐就包起来，有包起来，咱就会慢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就会
就会有芭乐。农民表示，即阵芭乐市场的价小悬，农民嘛无芭乐通卖。预估12月第二水的芭乐会开始出，时到产量会较稳定。但是整体芭乐价销可能要等到旧历过年前才会恢复稳定。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高丽菜价销又搁要崩盘咯，即马伫市场拍卖一箱20公斤哦，才卖80块，是卖无够成本哦。伫嘉义县的六卡乡有农民就开放因各民众家己来办，一粒10块。民众伫田内底紧家己买的高丽菜，嘉义县的六卡乡有农民用高丽菜一粒10块的价销，开放民众家己来办，希望透过这款方式来补贴成本。算起来有诶无成本总无起就差5块至6块啊。安尼，哦。嘿啊，你若破5块6块，我变成无趁钱加母诶。啊，你若花7块，花7块趁1块尔。啊，1公斤趁1块，不如开放网我去多较贵。因为现在菜价什么都涨。对，所以就是蛮优惠的价格，可以让我们都可以吃到好的高丽菜。农民表示，较烧热的天气影响到高丽菜的生长，所以伊的高丽菜价销无讲介好，佮加上去年高丽菜好价，今年种的人佮较济，互伊的高丽菜平均一粒无够8块，所以才用10块的价销，互民众家己来办。等下师台风拄啊为咱遮来，遮这边拢袂种一啦。本来安排迄时阵要种的，拄啊拢袂种一啦。啊，所以拢会钱做伙，啊，佮甲山顶品质较好啊，啊，甲山顶的弄做伙。逐冬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平地高丽菜的主要产季，伫菜市仔内底，高山的高丽菜算紧来卖，平地高丽菜就是算粒咧卖。卖菜当下讲，即个风台对咱无造成影响，菜着属收成了后，时到价销就会比即马佫较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丹麦一间米其林3粒星的餐厅 Noma， 虽然全世界拢真出名，食一顿都爱上万块，也毋过伫疫情期间是无法度开门做生意，迄阵嘛了真侪钱。最近Noma 转型变做是实验厨房，嘛推出新的菜色，若开放参观伫网络顶头，买当买到因开发的产品。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米其林3星餐厅罗马，以在地当季的食材结合古早的煮食技术，包括发钢线甲互风吹互打等做法，展现食物上原始单纯的风味。佮将传统的家常菜提升做国际级的精致料理。另外，罗马也捌5摆得到世界50大最佳餐厅冠军。也毋过伫疫情期间，罗马伫生理真受影响，因为了真严重，只会当暂时关起来。佮伫2024年底结束常态性的餐厅服务，为2025年开始转型做实验厨房，专心研发新菜甲开发新产品，佮透过网络平台来卖，也会以时间限定餐厅的形式，伫全球各地举办活动。Here we have our sep oil. So sep is a mushroom. This is really nice as a finishing oil, or like if you're making a mayo, stuff like that. Dressings, it's super nice for that. 泡咖啡请人客啉，由诺玛推动的新北欧料理，发现超过1000种毋捌用伫高级餐厅的食材，包括高遐，甲有陆上选物之称的南韩家庭食物第一，佮将这款的理念带予全球各地的总铺。所以，诺玛为哥本哈根的区域性料理变作全球美食朝圣地。诺玛无阁行伫悬悬的路线，即马人客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啊，伫网络点一个，免出门也会当食到伊真好食的料理。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re opening up to more than just 70 guests in our restaurant. I think it's important, especially with a lot of those novel ingredients like mushroom garum, Nordic soy sauce, and some of the other misos, for example, we're doing. I think you need to start introducing it to more people in order, of course, for us also to grow as a company. In a way, they're expanding the people that can come because it's not as exclusive anymore, right? Before, you need to sit out with 3 laptops and your phone and 2 iPads and hope to get one of the seats. Now you can just quick bus ride or bike ride and walk in, have a coffee, explore the products, and get to know it a little bit more. 打算转型做食品研究实验室了后，诺玛讲，因对食物讲究的做法也被改变。We are making a rose vinegar. That rose vinegar contains 25% to weight of rose petals when we infuse it. And each rose has 5 petals. And we are out in the summer with 6 to 10 people and picking roses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hours. And then we infuse it. It is justified that innovation, creativity also requires sometimes time.
Some of the sauces need to be fermented for over 6 months. So that is just the way it is, unfortunately. 原本伫罗马食一顿，一个人可能就要440块美金，大约是台票13600块。也毋过即马任何人拢会当行入罗马看卖啊。也毋过因为罗马是有名，也有学生讲，可能爱等因搁较有钱的时，才有勇气行入去洗。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下晡尾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